6月21號今個星期日就係父親節，相信好多觀眾小時候都寫過我的爸爸嘅作文題目。一個喺三藩市土生土長嘅 ABC， 今個父親節同我哋講佢爸爸嘅故事。佢嘅爸爸有咩特別呢？11月30號98年啊，昨天我一家去 shopping， 第一爸爸駕車去窩倫。林偉浩係一名三藩市市府公務員，擔任衛生局公共事務部副主任。佢喺三藩市土生土長，讀初中嘅時候學中文，會寫日記。星期六呢，我和爸爸去 Costco 轉錯咗喎。咁佢爸爸在 Costco 咧買咗一個手錶給我喎，呢個我好似第一次買手錶。之後去新華埠，爸爸説咩在家的毛的地氈啊污糟，跟住我就寫錯咗，好笑啊！要買新地氈啊！林偉浩嘅爸爸林宗星1972年從香港移民嚟到三藩市之後，一邊打工一邊學英文。佢做過侍應、調酒師，又識得維修打字機。結婚之後生咗林偉浩同佢嘅弟弟林偉成。林偉浩喺 Marina 初中讀書嘅時候，係嗰間學校廣東話沉浸課程嘅學生。讀初中嘅幾年，佢每日放學之後同爸爸有一個風雨不改嘅行程。因為佢係裁床師傅嚟嘅，咁佢收工後大概4點10個字至到5點鐘翻到嚟北岸區啦，揾到位泊車啦。咁我哋兩個呢，就指定動作，一定由北岸區 Lumber 及 Taylor 街一路行上 Columbus， 咁就去到 Stoughton 街，經過東風書店嗰度繼續一直往 Stoughton 街龍宮口嗰個方向去。途中一定買一份英文晚報同一份中文報紙，然之後兩父子一定去到呢一個麵包店，一路食包一路刨報紙。咁又要講下呢度呢，就係我大本營，因為啲中文呢就喺呢度練翻嚟嘅。燕沫啊，你識唔識聽啊？飲乜嘢啊？林偉浩唔單止講中文頂呱呱，佢仲熱愛睇中文書同埋歷史書。林偉浩嘅中文咁好，佢嘅父親有好大嘅功勞。佢係一個好普通嘅藍領工人，工廠打工仔嘅 ，right？ 但係咧，佢持之以恆，佢人都其實幾固執㗎。你話擇善固執又好，咩嘢都好，堅持又好。咁我諗佢嘅 design 唔係話諗住經過呢個飲咖啡嘅途徑去教你中文，但係呢個係 sort of 係自自然然變咗係我同我爹、我同我爸爸嘅 father and son time， 咁就咁多年都有呢個習慣。林偉浩嘅父親好重視儀表同細節，一絲不苟，呢個特質亦都喺個仔身上反映出嚟。更重要嘅係呢位父親將愛家庭、重親情同埋友情嘅品德，亦都傳承到下一代。林偉浩自己亦都做咗爸爸，有一對仔女。佢同太太蒲允恒好重視陪伴仔女讀故事書，教佢哋中文。咩話？把真心，把真心，跟住咧建社會。我相信有夢想盡全力創美來令世界更美好。嗱，呢個小雞過聖誕節噃 ，OK？依家做咗父母之後咧，就你會有好多 reflection， 諗翻當年你啲家長，即係我爸媽點樣教我哋咧，會諗翻，跟住又會睇下，我哋當時細個自己點去學識講嘢嘅咧？因為依家要教下一代㗎嘛。林宗星先生上個月19號因為癌症逝世，享年72歲。因為佢好早4點鬆啲，東華醫院通知我，佢 call 我話：你爸爸好唔好意思啦，即係安詳離世啦。咁我就 call 咗我細佬。嗰日清早去咗醫院之後，林偉浩同太太同弟弟喺華埠揾地方食早餐，但係好多地方都仲未開門。結果3個人去到佢好熟悉嘅呢間麵包店。帶咗個細佬話：Hey，you know this is the place where
I hang out with dad, from like 6th grade to like 9th grade， 日日都去喎 ，right？ 咁佢話 Oh man, this is OG。喺林偉浩心目中，佢嘅爸爸係一位唔平凡嘅父親。好普通一個市民，係咪小市民嘅？係啦。咁但係就 I think left 咗一個都幾大嘅legacy啦，係咪？ 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。